美国参议员马尔科·鲁比欧在5月7日发布的推文中询问了著名维吾尔记者、诗人和新疆文化杂志的前主编库尔班·马穆提的下落。鲁比欧表示，美国必须责成中国对消除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负责。自库尔班·马穆提于2017年底在乌鲁木齐的家中被绑架以来的4年中，中国政府尚未公开他的下落。当局今年承认他被逮捕，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消息。鲁比欧发推文说，在中国共产党将他监禁在东突厥散的一个再教育营后，诗人和记者库尔班·马穆提4年多未与他的儿子巴赫拉姆·辛塔什交谈过。我们必须责成北京为铲除维吾尔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负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定中国在东突厥散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之际，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破坏日益增加。据悉，维吾尔商人阿卜杜勒赫满·阿西姆最近在中国监狱死亡。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人提供的消息，1962年出生于伊宁的商人阿卜杜勒赫满·阿西姆2天前因在监狱中遭受酷刑而死亡。他于1962年出生于伊宁。自1992年以来，他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做生意。他于2017年底因宗教极端主义而被捕，并被拘留在集中营中。2019年晚些时候，他被判处19年徒刑。据悉，中国警方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并称他已死亡。警察拒绝将他的遗体交给家人，他被埋在警察局附近。据报道，他因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而受到指控。来自德国的欧洲议员马库斯·布海特5月5日对欧洲委员会称，欧盟国家正限制与中国华为公司在发展 5G 网络方面的合作，以防止中国的间谍活动。与此同时，他指出，欧盟国家在与华为合作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据他介绍，一些欧盟国家不担心华为，另一些国家则不允许华为与这个市场上的对手竞争，以阻止其展开间谍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该议员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还向欧盟委员会提问，打算如何保护那些拒绝接受华为 5G 技术的欧盟国家免遭中国制裁。美国指责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合作，并可能监视用户，不断说服一些国家在升级到 5G 通讯标准时，不要使用华为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一份新研究报告称，2019年中国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27%，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总排放量。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典集团在报告中说，中国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了140.9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以上，远远超过了排在第2位的美国。美国的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1%。此外，印度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首次超过欧盟，约占全球总量的6.6%。中国4月29日在海南将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22吨重的天河核心舱送入轨道。美国军方周三表示，中国上周发射的火箭残骸预计将在本周不受控制地重新进入大气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火箭未及载入大气层，烧煮销毁，这是国际通行做法。4月29日，长征5号 B-12运载火箭成功将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中方高度关注火箭未及载入大气层情况。王文炳接着指出，据我了解，该火箭未及已采用了钝化技术处理，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过程中烧灼销毁，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相关主管部门将及时对外通报情况。美国国防部长欧斯汀周四表示，目前尚无计划击落预计将在本周末从大气层回落的中国大型火箭的残余物。
美国已经表示，它已经致力于解决由于空间碎片而造成的拥堵风险，并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促进领导力和负责任的太空行为。